阿德，当你看到这张批的时阵，我已经离开这一段时间了。请你原谅，我是一个软食的人。你离开了后，我每天拢陪阿嬷去市场买菜，车仔内常常有人讲囡仔话，看我的眼光嘛无啥同款。我拢甲家己讲，不要紧，爱坚强，等你转来。不过我失败啊！每天听人讲囡仔话，对我来讲，真正是足痛苦的代志。请你原谅我的软食，嘛希望你真紧就会使甲我放袂记，因为无爱，就袂有分啊！好好对待你家己，祝福你，淑雯。